其实最近写的歌拢是为查某写的。像我写最近写的歌拢是为女人，像我写一条歌叫《身为女人》。比如讲，女人的一生拢是输伫心痛心软无路用。女人的一生嘛，赢伫个敢爱、敢恨、敢牺牲，所以身为女人是一种光荣。我是喜欢写女人，因为我觉得女人才可以去标榜她，男人其实基本上没什么。写到我们的心坎里呢。伊写这不是讲我今仔日为着写一条歌，要大家听，甚至讲伊会当赚偌侪钱，完全不是这个感觉。他每首一句歌词，他会一直流眼泪。有一次我在录影，伊写咧哇詹雅雯的老辈啊，一直卡。我写第三句我就关卡电话而已，然后我就一直哭，他也陪着我哭。三民主义。是国民党的代志，一国两制也无经过恁爸同意。我想袂晓。听人讲家后嘛有乱改，是咩？无是这个歌吼，袂使后别改，这个歌是因讲代表咱女性的一种这个节操。想起你少年的时阵，哪会遐大条？伊上是条内裤带啦。长地花草无。无计较，搁隔偌久嘛不知道。你听清楚，我讲搁隔偌久啊？我听有。你的手，不，你放心，恁做卖该杀条条，因为我是你的骄傲。你着人来，就叫你讲卖模仿郑敬一，你搁甲这个面皮搁甲倒起，你甲摕起来。哦，这面皮是安怎念的？哪会遮调？你都无了解我讲你听，这。郑敬一啊，我太崇拜伊了。哎呦，其实我学伊学袂成，我唱得太好，我哪有可能成啦？哦，你真正是出来模仿郑敬一哦。嗨呀，安尼袂使搞的。阿姨啊，你好哈。师傅，这家己的囡仔就免甲家己囡仔，我囡仔家己的囡仔而且做大的，吼，不懂。哎呦，而且讲你嘛真够，为什么写歌拢较好听？台语歌，尤其台语歌吼，我觉得我可以为喜欢台语歌的人做一点事情，这是我上重要的。哦，现在讲得真水呢。是不是正经的？你莫看有些唱歌咧，有迄个型安尼哦。你知有一摆阮在仁爱路，真正一个妈妈过来，为一个手出来定调安尼，目眶红红的。那是感动。那是为着什么代志？就是因为讲我做一条街啊，无伊讲互因翁仔某总啊好起来。真真。你莫讲，你丢你想看？无啦，你想因为因为你知影为什么叫街啊？就是讲家里就是咱台湾的查甫拢种查某，就是讲拢。不平等，所以我这条歌将这个女人伟大写出来。你敢知偌济查甫？我这歌是要感动查甫，你敢知啊？真正是啊，所以你知阮现在心里有一个心愿呐。原来讲伊做好野人了后吼，伊要台湾全省要起足济查某的便所。啊，你是要创啊？真嘅啊！无你查某上便所不方便啦，或者要去敢来查某会使用俩。算讲你这款生活方式哦，大家都梦寐以求嘛，是不是啊？所以讲这条歌是足介的，这个赞的啦。这条歌差不多20年啊。20年。我是刚才我就是第一首歌做的发表的歌。算不算第一首你发表的国语歌？就是这首。我头一首写歌出来卖就这首，迄阵卖4000块啦。没有像。卖迄个张奎唱的。哦。卖4000，啊尾后我要唱时，叫人借5万借出来唱。就可怜呢，所以我第一次听，其实在东王西餐厅，然后听你自己唱的，然后这种歌也不需要打歌，就是一听就觉得好好听哦，安妮呢？真的吗？奇怪，有那么好听吗？不过听过你这条歌，我拿抄来哦。抄来对啦，因为抄了水啦，最主要是抄了太水了，这抄了不低不高，我若无讲我不能知呢。是我这人太实在了。安尼，毛印，咱后壁有答案的。别用让我再那种眼光看我。虽然你说了再见，为何在你的眉之间，你又何必长记心头？难道说你的心里面也舍不得？这段从前，情深缘浅，还是情情绵绵？不是问远，还是问长浅？哎呀，我搁再唱两种，来算了，时间的关系。所以讲哦，因兜一双鞋拢穿足侪人的啦。
有这个 VCR 也是来做一个印证。其实较早吼，麻烦的民国75年，哇，迄阵到今嘛20几年啊。哦，来看看有这历史的见证。哦妈呀嘞！因为我在歌坛这么多年，我对于一个有潜力、有才华，他又能作词作曲，又能主持，而且最近又出了新唱片，我甘愿冒险来带他出来到你们玫瑰的夜晚。你误会了。我是说，郑敬一以他目前的行情，在歌坛好比旭日东升初升啊，好比这个日正当中，你好比明日黄花，这样做太冒险了啊！你这样说，我站在旁边不是很尴尬吗？你这么一说，不是把我心里的话都讲出来了啊？你贱的，哎，老乡，你这样就不对了，你听听林峰大哥讲，过分了吗？哎，太过分。啊，江阴嘞。这也是你写的歌。那时候那个眼镜虽然大大的，可是。不盖勾追呢。谢谢，你是去给那个江泽民先生救的吧？不过那一次就是那一讲完之后，高凌风就真的没有了，真是到现在。咱去做生意啦，咱不爱跟你拼啦，咱是讲。不是，但是最主要是胡国家就永照，我是无啦。其实有很多台语歌，你几乎差不多都一样。哎，我的囡仔开始想。你懂台语懂得太多，所以嘛不讲偌济啦，都2万几条啦。弄他欠伊，他欠伊。弄会晓歌名尔啦。弄会晓歌名都无简单嘞。所以因为安尼是毋是对你写台语较有帮助？这就是正确。因为即摆咱讲即摆少年的要写无迄个以前的经验嘛，老岁仔拢差不多退休啊啦，所以我拄伫承先启后这中间。你有写一条歌，叫根本读啦。无啦，我无写条，无啦，迄不是我写，迄不是我写。迄古歌啦。你唔通听就好听，就拢我写的。今天我拢叫是你写。我来，你光听。但是像这种根本读也只有你会唱。这个是真的，真的是这样。只有你会选来唱，因为我们就不懂哎。但是为什么这条歌？为什么要请伊来唱这条歌呢？因为伊唱歌就是百变的。拄到什么歌会变做什么形安尼啦？这个 VCR， 这 VCR 那我这，咱先来看 VCR， 看你的变化了，再等下给我听下。安尼哦，你较中肯啊，奇怪啦，我较一 VCR，较欠伊，较欠伊。海水的啦，石头的花，这敢是啊？你是在说这郑敬一嘛？哎呦，这首歌有那么久了。10年。黑人啊，不记啊，是讲几拍？你哎呀，你都人来的，叫你讲卖模仿郑敬一，你搁把这个面皮搁甲倒起，你甲摕起来。你唔知影，哦，这面皮是安怎念的？那这条？你都无了解我讲你听，这郑敬一啊，我太崇拜伊。哎呦，其实我学伊有袂成，我唱得太好，我哪有可能成啦？哦，你真正是出来模仿郑敬一哦。嗨呀，安尼袂使晓得。哎，这都郑敬一先生嘛？哈啊？这个就是郑敬一，这明明看到郑敬一先生嘛。郑敬一就打做郑敬一拜啊，都爱改规个拜。哦，安尼。参见师傅。心事若无讲出来，有声这个嘴一收回去就不像。有声人，我喜欢这样。嘴一说就不对了。哎，我试试看。有声人，在一样的，我怎么可以一样？几间厝，阳光空，看起来普通，时常出现我的梦中，就是我的故乡。好像哦。我是人，真正善良，面上拢带着笑容。小弟郭金发，哎呦，今天来到贵节目，希望你们给我多多指教。哎呦，这有影无法度哦。你都西山很欢喜。还有。一杯饮落去，饮了过头是日子。拍拍了谁了吧？哎呦！拍拍了谁了吧？哎呦！俺们是 baby， 张辉的靠呀，拍拍了谁了吧？所以我最讨厌这种模仿节目，太没有水准了，真的是模仿节目。哎，大哥，你咧唱？哎，怪哦。
哦，迄少年那个真搞呢，真在玩呢。因为我讲，我若无背共鸣，我无法度模仿。你像，你譬如我像拄仔讲的，郭金发伊就是胸腔共鸣，你若无胸腔共鸣，你就学袂成。过去红灯都一定要胸腔共鸣。啊，你若我个对吧？小客店那是喉腔。心爱就一定爱你这，就比如费玉清，伊是比较一定爱让我们互道，一定是这共鸣啊！你若让我们都不可能，所以共鸣换来有平衡。今晚要来唱这个根本度的啦，根本度啊，根本度就是根本度就是迄个啥，迄个橱窗，我怀疑现在的10几岁的小朋友会知道根本度是什么，对不对？而且就扛棒啊，有人扛棒嘛，无啥了噻，看板嘛，这是一句啦。安尼咱先来欣赏这首歌曲《根本度的小姐》。哦，这真歹唱来，我听看嘛，因为我听过来。迄个姑娘真正美丽，叫做啥物名？看起我可爱，古水无地比。安尼就是我啦。随便甲伊叫一个名，看伊生做啥物样。我得甲我熟悉，福气若够你敢知？大阮妈阮笑一个，对我使目尾。哎呦，来食个水啊！世事无地甲缘分啊，好谈一阵。啊，有位小姐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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因为别人清清有情，该叫唔叫哟？啊，迄个姑娘真正美丽，叫做啥物名？头毛长长，身躯优秀，看着真温柔。随便甲伊叫一个名，看伊生做啥物样。无地甲我熟悉，福气若够你敢知？大阮妈阮笑一个，对我使目尾。哎呦，来一个嘴啊！地是无地甲缘分，啊有谈一阵。啊，美丽小姐，温柔小姐，温婉小姐，温暖小姐，阿美小姐，我唱过这，敢唔对人的款咯啊？迄个姑娘原来就是，唉，什么人？根本度的翁仔啦。好精彩哦！这个我没有，我好像听过，但是完全没有唱，或者是说没有听过别人唱。这刚才跟他歌舞剧的一块表演，要这摆要给人唱的。但是我讲阮现在好啊吼，感觉吼压力足大了先啦。有时啊，足正式的写一寡歌有啊，写下来第2、3天，伊歪歌就说出来，你知道吗？对，你还出那个歪歌的那个专辑嘛？我是想讲，我是有时还大卖呢。今天我就觉得我写歌能让人家哭，我一定也可以让人家笑。但是你讲一首安尼，大家感觉错乱去。错乱了，我无错乱到啊。我觉得那个就好行不行？那个歌还蛮好笑，三民主义那个。你跟你唱一个。三民主义是国民党的代志。我唱一个，曾老师有一个起来。我袂记啊啦，我袂记啊啦。歌词拢袂记啊。我太济条了，袂记啊啦。啊，这条我是爱的啦。三民主义是国民党的代志，一国两制也无经过恁爸同意。我想袂晓。听人讲歌后嘛有乱改，是啥物？无是这个歌吼，袂使学别改，这个歌是因讲代表咱女性的一种这个节操上面，这个改了吼。感觉安尼对查某，但是哦，既然，无啦，你莫唱啦，不是，既然你安尼讲，我嘛是爱唱一较好啦。但是人家听这个，你个动作讲是另外一种感觉啊，千万，这个我绝对没有半点侮辱女生的。没有，我们知道，我身为女性，我可以了解你的个性。无得卖唱，无得卖唱啊！无啦，来啊，无唱歹势啦。来，有一日咱若老，找无人甲咱放炮，我会陪你。你是要唱啊？不爱唱，你是会记念要记。嘿，我来陪你坐点医疗。这无是有你 rehearsal 的啊你。想起你少年的时阵，哪会遐大条？伊送是条内裤带啦。当地花草无计较，搁隔偌久嘛不知道。你听清楚，我讲搁隔偌久啊。我听有。你的手吧，你放心，恁祖妈会甲伊杀条条，因为我是你的骄。阮从10月份就去互你骗去恁兜，你用滚水放药啊，甲阮偷，头前后壁你拢望透透。
还阁嫌阮无够晓。阮是教2个囡仔嫁去恁兜，外面阁有4个还袂报户口。等待分财产的时阵若到，我甲叫转来决斗。因为我唔甘看你变成一只老泼狗。是，现在是想着阮爸母嘛，阮爸母想着妈妈，嘿，阮妈妈的故事嘛，所以我就感觉，我感觉世人，我对别人唔知，我对女人我是特别有感觉，所以我其实最近写的歌拢是为查某写的，像我写最近写的歌拢是为女人，像我写一条歌叫《身为女人》，比如女人的一生拢是输伫心痛心软无路用，女人的一生嘛赢伫个敢爱敢恨敢牺牲，所以身为女人是一种公益。我是喜欢写女人，因为我觉得女人才可以去标榜她，男人其实基本上无什么。写到我们的心坎里呢。是安尼哦，伊写这毋是讲我今仔日为着写一条歌，要大家听，甚至讲伊会当赚偌侪钱，完全不是这个感觉。他每首一句歌词，他会一直流眼泪。有一次我在录影，伊写迄个詹雅文的老辈啊，一直卡。我写第3句我就关卡电话而已，然后我就一直哭，他也陪着我哭。我就陪他哭啊。我想到我爸爸，因为我爸爸现在在在安阳院已经中风了，也认不出我来了。然后我唔是安尼啦，像我，因为我写了歌了，有真侪人甲我反映的讲，唔过你写台语哦，阮听无啥，根本唱国语安尼。所以其实我也想说，我就最为啊，我就写条国语老婆，老婆，但是国语的感觉跟台语还是不大一样，因为台语吼，台语刚才是咱生活上咧讲的话安尼，所以一听了也较入心啦。国语的时候，可能听了你会。还是会有另外一种感觉，但是也是蛮感动的。拜托啦，我们听下你。谢谢，也非常谢谢一哥今天来上我们的节目。谢谢。我们来欣赏这首非常好听的《老婆》。只要你叫我一声老婆，再多的委屈我都忘了，吵个架把泪流一流。找个理由原谅你所有的错，是因为我是你的老婆。再苦的日子我们都过了，等我们鬓发白头老去的时候，请记得牵着我的手。这样的要求，不知道算不算奢求？